管理啊，那是共同个一样干。我先想马到后当的想知道的路会要我讲，要为了讲哎，干一下侬跟干呀累了哈，跟干还干一下晒了。这要跟干还干一下都能拿直播，耶，共同个还打了，讲个跑忙着了。我还讲，稍微讲那这边我讲侬用那哭着着，也哭讲了。被莫哭啊！一家那被莫后里啊，no 手指 no， 莫哭啊！那买一路里被这莫我引怒后里嘞，我那搞了刀中还鼓了刀中，我那直接约了啊！我那乱了，家被莫弄我嘞呢，搞一路里莫我找个被就怒，但是估莫引怒的咋里都搞我那种算子，我一家的咋里干啊？我刚刚吃亏漏了很了，是亏子嘞只我讲，他找啥我和轮子知道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好啊！个下要过那多得到那个哪个在飞啊？得上车之类哦，也来个试试噻。哎，把他搞完子，多零安排路找子，我看到导游广告啊，个打广告完子，我们能看到路单，搞我讲我能到哪路啊？你路里当路去了，我差得咋你怎么都过啊？你来跟到你哪路么样子呢？你叫搞哪都中，哪那只要到莫过我来当着，我中路叫么啦？搞哪知道跑事了？滚到你嘞，搞么样子跑事啊？我还要帮个车了，我为么那只找车了呢？然后当你正经等到哈嘛，我就我那多对我给你拿路了嘛？我甚至么路就我只得让我那我总拆黑啊，只差上走了，找上走我后里，要嘞，国家咋里要我讲？